单姑娘，你不是想了一夜的对策要跟表哥说吗？是吗？快说呀！我要单独请大哥说。哼，表哥，我陪你练。行，咱们就来个以剑会枪。庄主，回来了。庄主，怎么样？庄主，回庄主，48万两黄冈，6月12登州启程，不过半个月就到长叶林。消息可靠吗？回庄主，这是我买通了王府里的一个棋牌官，从他嘴里套出来的。好，明日备好人马再探长叶林，记住一定查好地势。是，庄主。哎，大员外人呢？回庄主还在练斧子。主囊，走，在去看看。庄主，大员外这样可不行啊！眼看就要去劫黄冈了，他这一招都还没学会，也太笨了。你比他还笨。没睡，谁睡呢？啊，哥哥，哎，最近这斧子练得怎么样？哥哥，我这斧子练的已经是出神入化了。哦，出神入化，可为何这斧子也躺到地上睡着了呢？出神入化。可是哥哥，这出神入化，咱这个结黄杠那事儿，哎呀，放心吧，等哥哥练好了，哐哐两下子，这黄杠就给结了。对，是，不要打扰啊，哥哥继续研读。哦，对，哥哥接着睡。不是，你接着看，主囊，走。他奶奶的是什么字儿啊？您是谁呀？不要问我是谁，我是来教你伏法的。这伏法呀，巧夺天工，共有64里，你一定要记牢啊！哎。一斧开天，横扫千军。
泰山压顶，左右插花。 踢脑门啊！小个踢呀！推窗望月，倒贴金冠，一将青天，立地地宽，三分开远，立正宣判。 小个踢呀，上踢呀，上踢点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哎呦，哥哥，哎兄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刚要睡，听着外面刷刷刷刷刷刷，我出来一看，哦，不是哥哥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 这斧子练得出神入化，你还跟兄弟藏着掖着，你这个啊，兄弟啊，刚才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仙人啊，教我伏法。哦，在梦里学的。对，教了我64招。是吗？啊，这，哎呀，兄弟别动，哥哥练练啊，一会儿忘了。好，练。劈脑门啊，上耳朵，招鬼。 上带脚，哎呀，兄弟啊，全忘了，就记住这3招半了。够了啊，够了，3招半够了，结黄杠够了。大小姐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这我们俩这么马不停蹄的才赶到这儿，你要不回去，我没法向庄主交代啊。是啊。 莹莹，你听哥哥的话，跟着单面、单周2位兄弟赶紧回去吧，别让你哥哥担心了，行吗？单安因我而死，你又要去比武，胜负难料。如果我就这么回去了，我就算不被我哥打死，我自己也会愧疚而死的。莹莹。 秦大哥跟他们比武，一定不会输的。当然不会输了。表哥武艺精湛，对付他们自然不在话下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的锦囊妙计吗？你说我是不是老惹是非，总给别人添麻烦呀？这倒也是。 我觉得你身上吧，还是有很多优点的。有什么？你霸道任性、自私刁蛮、不讲礼数啊，这哪是优点呢？不过你性格直爽起来，还蛮可爱的。3军准备完毕，请您下令准备会操。王爷，可以开始会操比武了。
开始吧，王爷。令知秦琼人才出众，不可一梦。这会操的规矩就是比武量刑。我想带各位替秦琼夺官职，请大下教场以示身手，如何？叔宝，既然武大帅有此美意，你就拿出你的看家本事来。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表哥，大家小心。驾马而来，本就与我不利。此战若拖得太久，只怕颇多变数，还是速战速决的好。在下孙成，见秦兄剑法娴熟，武艺超群，令人佩服。孙成斗胆，想和秦兄比试一下剑法，不知秦兄愿否赐教？剑术并非我所长，逞强争胜，恐怕吉凶难料。早闻孙将军大名，小后羿之名，令秦琼实在佩服。秦琼不敢造次。今日比武立下规矩，若有不敢应战者，杖责200；如果有谁输了，也要杖责100。哼，你这算什么破规矩？你个卑鄙小人！想比是吧？我跟你比。你想干什么？慢！我愿与孙将军比武。好，退下。比剑之法，形势自定，败者杖责100，你可明白？孙将军，请。秦兄，请看，我会在100步之外射穿金钱眼。3支箭各有名堂，第1支箭叫箭穿金钱眼。我的箭射过钱眼时，不准碰金钱，金钱一响，就算我剑法不精。这第2箭叫凤凰漩涡，我的箭射过钱眼时，停顿一下，然后落地。如果射不到或者射过了，也算我的剑艺不精。这第3箭叫怀中抱月，我的箭会射断吊金钱的绳子，但金钱不能落地，我赶至钱下接住金钱。如果射不断绳子或者金钱掉地，那都算我学艺不精。这孙成的剑法看似精细花哨，却是华而不实。但这等花巧剑术，我倒真是射不来。秦兄，如此射法，你看如何？来吧！哟，
天下，秦琼必败无疑。100丈泽是铁定逃不过了。只要安排执行之人，让他们往死里打。洛伊呀，洛伊，你就等着给你侄儿收尸吧。 好，秦琼，你这100丈肯定是逃不过了。 叔宝若是输了阵，吴家兄弟一定要求长泽一百。若果真让他们行者掌刑，叔宝可是凶多吉少啊！ 让秦兄见笑了啊！孙将军不愧是小后羿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哎，不讲，只是运气好，尚未丢丑啊！接下来该秦兄一显身手了吧？啊，接着，这3招，孙将军想必是练了无数次。 必不有失。既然这比试一开始便无公平可言，那我又何须太过仁义呢？秦兄，怎么还没想好？然，孙将军。 这2军对垒，对手可都是活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死的铜钱挂在那里任你射呢？所以今日，我希望斗胆请孙将军配合我一下。配合？如何配合啊？简单。等等，过来一下。只要孙将军。 将此果子放于头顶，我秦琼连射3箭，如若有1箭射不中，我便输。哎，大帅，万万不可啊！这万一秦琼失误，不就要了孙某的命了吗？哎，孙将军，你方才不是说方法自选吗？难道这孙将军要出尔反尔吗？这，大帅，哎，刚刚。 是怎么说来着？刚才好像有人说过“拒不应战，杖责200”哦。200杖啊！这个孙成肯定会被打死的。孙成，还等什么？你记住，如果秦琼真敢拿剑伤你性命，老夫定抓他来偿命，替你报仇。
拜托，准一点，一定要准一点啊！大帅，准一点，准一点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好，好。既然如此，今日我来个3箭齐发，给我30箭！哎，等等等等，我想蒙着眼睛射。蒙着眼。大帅啊！我的弓呢？我的弓在哪儿啊？啊，把弓给我。来，孙将军，要不你喊一声吧？你不喊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！行，好，金兄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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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兄，金兄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金兄，我在这儿呢。金兄，金兄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我有一点，我有一点。不对，我完蛋了！我左一点。哎呀！哎，孙将军，你接着喊，别停啊！我要是听不到你在哪儿，射偏了，那可不怪我。陈兄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对准了，金兄！不是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低一点，高一点，右一点，左一点，再右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我脑袋呀！别停啊！我右一点，过了，过了。哎！大帅！行了，别叫了，来了！我认输啊！你，大哥，你看，我认输了。
鼓庆贺！这就叫做呀，害人终害己。王家千岁，元帅，何事啊？秦叔宝剑法了得，剑法也非比一般。我想下教场跟他较量较量，不知王家可否应允？你堂堂一个大帅，竟要与一个快马一论高低，你不怕失了自己的身份啊？我要是输给秦琼，愿将帅印拱手相让。不过，这刀枪无眼，你们对战之前一定要立下生死状，言明死伤与对方无关，如何？拿纸笔来。是。末将五魁在北平王驾面前立下生死状。此次比武，不论谁死谁伤，都是祸由自取，不许对方抵偿。这样，齐二哥会不会有危险啊？现如今只能静观其变了。秦琼、五魁二人已签了生死状，无论年龄，不论品阶，俘获由自己承担，不得将其抵赖。诸位，没有什么异议吧？那好，比武开始。拿刀来！秦琼，为何还不还手？我得让你礼让。您是大帅，我是普通百姓，我理当礼让。二让，多谢大帅推荐之恩，秦琼不会忘记。这三让，前些日子在街上误伤你儿子，勿安抚。不过大帅，这三招礼让，
接下来再战，秦琼可要得罪了。天哪！小子在本帅面前卖弄人情，儿子竟然死在你的手里，我就不共戴天。今天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，要不这条贱命，老夫誓不为人。秦琼，我今天要杀了你！不好，我杀了你！亮，哥哥和我表哥比我实属自愿，事先还立下了生死状，难道你想抵赖不成？你，大哥，大哥，表哥，我们走。这，大哥。哎呀！哥哥，哎，这马挑得好啊，很像你啊。你的这匹马也配你啊！哦，这马有名字了吗？哥哥，我给它起了一个，大肚子蝈蝈虎。哦，像蝈蝈。哥哥，哎，你看，小孤山到了。哎呀，好地方啊！还有更好的呢，兄弟，我会布阵。我在这林中布了一个八卦阵，一会儿你若是打不过他们，就将他们引入阵中，我确保他们进得去，出不来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个阵没用啊！哥哥，我半斧子就把他砍下来。哦，那是，我这不是万全之策吗？报！禀国主，黄冈已至周到。周到，哥哥。哎，那今日午后黄冈便会到此。大概押送黄冈的有3000多人，为首2员大将，一个是银枪将大太保罗芳，另一个就是金刀将2太保薛亮。兄弟啊，这是哪个庄呢？啊呸！他们也配有庄，2个毛贼而已啊！不能，再探。是。哥哥，你说咱俩商讨劫黄冈一事，也有些许日子了。今日午后，便看你的了。瞧好吧，兄弟。今次由你带头，你可以发号施令了。把号拿来。哎，哥哥，不是号，意思就是你可以下令让大家埋伏起来了。兄弟啊，哥哥行吗？当然行啊。埋！黄冈交到了。好，哥哥，黄冈。马上去，马上去。怎么不走了？你想想我们方才经过的地方，草木不生。再看看前方，
一片穷山恶水，凋败之乡。你的意思是前面有埋伏？尚未可知，但为求万无一失，咱们还是改道而行。改道！路途凶险，严防小马，打击精神，遵令。怎么改道了？这八卦里可就派不上用场。兄弟啊，我得把道给他盖回来。不行，他们若是绕路的话，必定要经过长叶林。咱们就在那儿接住他们，银子迟早还是咱们的。兄弟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庄主说的对，这儿离咱很近，劫了银子马上就可以拉回去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对，我们就是给你都说出来了。那咱们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去长叶林。我是这么想的。走，走。兄弟，放箭吧。慢，哥哥。鱼，来者何人？响马劫道。六名灭敌，保护黄冈。杀！真是哪个庄上的呀？不是咱们庄的吧？绝对不是。不过看样子也不是本地的。哎呀，兄弟，那就让他们劫吧。哥哥，那不行。你听我说，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庄的，但是看武艺也非常强劲。哥哥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先让他们打，等打得两败俱伤之后，咱们再上去劫，岂不是更好？他们打完以后，咱们再打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对。劫吗？我劫。又来一波！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哎呀，兄弟，哪庄的呀？死到临头了，还胡说八道！
还胡说八道！我这哥哥不能听你。走。 黄岗，就敢报名。爷爷叫程咬金，我兄弟叫尤俊达。好你个程达尤金，你等着，走。程达尤金，爷爷叫程咬金，我兄弟叫尤俊达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快，那边点，快！慢点啊，慢点，小心！稳了。二庄主，哎呦，哥哥，你可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那个蒙面人和为首的大将如何了？哎，兄弟哥哥我呀，这斧子，咔一亮，都跑了。哎呦，你看我说哥哥这斧子管用了，管用了。汝南庄未损，一兵一卒啊，哥哥，万幸万幸。
哎呀，兄弟啊，哥哥我打得不过瘾啊。那俩贼寇啊，问我叫什么名字，过不了2天啊，咱们就声名远扬了。成吗？啊，哥哥你，连我的名字也报了？说了，我的也报了。他说，叫什么？我说爷爷，我叫程咬金啊。我还有个兄弟叫尤俊达。全说了。哥哥，你。仲能，快找一山洞，把银子放进去，封死，派人半天樵夫轮流看守。还有，把那个银车全部扔到山涧里，把马全套回去啊！快！把大门打开，快点，都搬出去！兄弟，好，哥哥，我不明白，你。父王，这是玉儿为父王熬的灵芝汤，父王趁热喝了吧。好，玉儿如此用心，真是父王的好女儿啊！求父王降罪，孩儿无能。黄冈，让西洋马给劫了。快将此事细细道来，越细越好。回禀父王，我们途经长叶岭，突然遇上了一群劫匪，看打扮不像是寻常的响马，他们蒙面而来，训练有素，武艺高强，尤其是为首的那人，更是无人能挡。后来半路又杀出一群响马，那个领头之人更是非同一般，必于3招之内制胜。先是打走蒙面人，后来又与大哥交手。我等不敌，铩羽而归。他们可留下什么线索？那人留下的名字，说是程达尤金。程达尤金，两位哥哥可记得他们的相貌？那个叫程达的，我们记得真切，身高8尺，是个大胡子的胖子。至于那个尤金，我们没有看见。两位哥哥所言，突然让我想起一件事。父王，当时罗少保送我回府，经过了长叶林，遇到一位练斧子的壮汉，可他功夫一般，却自称是叫程咬金。两位哥哥不会是听错了吧？我说你们慌乱之中，极有可能听错，或是他们有意混淆，假报姓名。既然如此，父王，就让玉儿与两位哥哥一起去长叶林查看吧，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，查清此事。好，你等携带本王的令旗令箭，前往长叶林一带各府县衙门，限他们100日之内将响马缉拿归案，否则各府县官员衙门尽数充军，尤其是济南府、允州府，倘若捉拿响马不利，一律斩首示众。是。父王，那玉儿也就退下了。下去吧。来，哥哥，小心点啊！慢点，兄弟啊，劫了那么多银两，怎么连个睡觉的舒服地儿都没有啊？哥哥，你还好意思说呀？劫个黄冈，你竟然把咱俩的名字都报出去了。现如今，你也只能在这儿先躲一躲了。我先告辞了，兄弟啊，我报的是咱俩的名号啊，要住咱俩得在一起住啊。不是哥哥啊，这官府的人一旦找上门来，我不要去应付啊。你一定要记住，这说得好，兄弟同心是其利断金。是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把这个事儿隐瞒过去啊！我先去打探。兄弟啊，哥哥跟官府的人也熟啊。没听你说过。那个过去犯私盐的时候啊，我呀被抓进牢里，跟这些官府的人呀也都比较熟悉。放我出去的时候呢，还给了我几两银子。哥哥，兄弟，不能再闹了，此事非同儿戏，
一旦走漏风声，咱们的汝南庄可就完了。求你了。哦，兄弟啊，哥哥听你的。哎，好，不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还有事？哥哥在哪儿拉屎啊？拉屎啊。今日我召集诸位，是请大家共商出兵一事。北平王罗毅老谋深算，事先设下陷阱引我兄弟赴死。我若不杀死秦琼，难除我心头之恨，也不能在北平府立足。你们速速带兵前去北平府，我看看罗毅叫不叫人。副帅三思，秦琼当日与元帅比武，生死状上写得明明白白，死伤或由自取，不可追究。此时若出兵，恐怕会被人说咱们不讲道义。生死状是立了，可那是一时的气愤，难道家属就白白死去不成？可罗毅知道副帅必不会甘心，一定早有防备，此时再出兵就会遭到不测呀。大帅先前已承诺将帅印交出，如今随意召集将士出兵，也是有违军纪。再说，此事应先报与靠山王，一切由他定夺。等靠山王来要到何年马月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下2条人命已经落在秦琼手上，岂能善罢甘休？你立即带兵与我前去北平府，否则军令处置。是。出发。副帅，兵将都已调遣完毕，出发。是。副将，且慢。副帅，末将有话要说。你先下去。是。副帅，末将以为现在即使出兵，恐怕这仇也报不了。大帅签了生死状，许诺交出帅印，罗毅老儿肯定很快就会来取帅印。到时候我们兵将不如北平王府，语里也讲不通啊。那这血海深仇就不报了吧？副帅，仇是一定要报，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副帅，前几日突厥都督洪海派人来我大帅府，可是送了不少珠宝。他这是想跟我们和军，我们还未答复。照眼下这个情况，我们何不投了突厥，然后再回来找罗毅算总账？济南府大帅唐弼率山东72堂官恭迎豫郡主。众人免礼。谢郡主，郡主一路辛苦，属下已命人在府里备好了酒宴，为郡主接风洗尘。先且慢。唐大人，黄冈被劫一案，可有所进展呢？尚无进展。靠山王千岁已勒令你等于100日之内查清此案，你们竟然查得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是王爷的军令为何物？属下该死，属下已责令部下手持户籍簿子，挨家挨户里里外外仔细盘查过，过往行人也都与画像比对过，确实没有程达、尤金2人呐。我等已竭尽全力，只是这响马行事甚为缜密，要想抓住他们，实在比登天还难。还请郡主太保等恕罪啊！请郡主太保息怒。唐大人，我相信你所言属实。这些响马既能劫下黄冈，一定经过缜密的安排。
不过，若是我们能够仔细的查看一番，或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。还有，这附近的村庄可有一个叫程咬金的人？不知道啊。快去命人即刻去盘查，向郡主汇报啊！是。唐大人，速陪我去长叶林，再查看一番。是。参见郡主。查到了吗？我们查到小耙子村，他家已经没有人了，连他老娘也不知所踪。据附近的百姓说，是早已迁居他乡了。于妹妹，当日那后来的响马引着黑衣人到那边林子去了，不如我们到那边看看。好。不行，那边的林子乃是当地有名的八卦林，一旦绕进去，很难脱身的。八卦林？啊，对了，我手下几个侍卫对此八卦林甚为熟悉。我看倒不如让他们为郡主带路。好。所持之物。两位哥哥不是说这响马训练有素，身手不凡吗？想必不是普通响马劫道，或许这背后有什么阴谋。这令箭真有几分眼熟，与我当年征战调兵所用之令箭有几分相似。若是寻常响马劫道，岂会遗落此物啊？所以玉儿觉得，他们好像在刻意隐瞒身份。这背后一定有位高权重之人指使谋划。你是说，这持令箭之人是从宫里来？现在我倒也不敢确定。父王，玉儿想进宫一趟，亲查此事。不行，这皇宫之中危机四伏，步步惊心。为父绝不能让你以身犯险，就算要去，我也会派罗芳、薛亮前去。父王，两位哥哥进宫多有不便，稍有不慎便会打草惊蛇。父王，前些日子我答应琼花妹妹教她练剑，我可以以这个为名出入皇宫。虽说宫中女眷众多，这样子也不会打草惊蛇。父王放心，我会尽快查明此事。好吧，此番进宫，你要慎之又慎。若是需帮忙的话，就去找高炯大人，他定会竭尽全力，暗中保护。好，父王放心。30名精锐甲士随你同去，你一人回来。为父问你一句，黄冈呢？还无能，黄冈被诱惑响马所劫。荒谬！你堂堂镇殿大将军、苏卫军统领，大敌当前从未失手，怎么如今连区区响马都打不过了？啊！从实讲来，孩儿从未欺瞒父亲。我本已将押送黄冈之人全部杀退，可就在我等厮杀惨烈之时，一
一名手持板斧的响马领兵赶到，将孩儿引入迷阵。我分身乏术，顾此失彼，这才失了手。倘若黄刚果真为响马所劫，倒也未必是件坏事。现在老杨领丢了黄刚，杨延会一查到底，绝不善罢甘休。一旦查到是尔等所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尽快把令箭交还给晋王，此事不许再提。父亲，孩儿不慎将令牌丢失了。什么？你这混账东西！这令牌若是落入他人之手，我们宇文家族将遭灭门之灾呀！你还跪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派人去找！孩儿遵命。黄刚没接到，令箭也丢了，如何与晋王交代呢？殿下，臣妾方才请人给殿下算了一卦，您猜卦上都写些什么？人财两空。看来晋王殿下这太子之路可真是坎坷。想娶郡主，人家不乐意；想劫银子，又被旁人劫来。这听起来可真是让人心酸啊。本王想当太子，岂会只走两步棋？一切尽在本王掌握。可殿下也不要忘了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要是让那个宇文化及再出什么差错，让那个杨勇顺顺当当当上了皇上，到时候一切可都晚了。黄刚没劫到，未必不是好事。与其舍近求远，换一场空，不如将眼下的宝贝收入囊中。难道晋王殿下已早有谋划？好啦，可以走了。晋王哥哥说今天给我准备了一件新奇的礼物，你们猜猜是什么呢？公主，您就别逗我们了，我们怎么猜得到？也对，我都猜不到，你们怎么会知道呢？那就快走吧，拿到了就知道了。哎，公主，慢点，等等我们。叩见公主。平身。谢公主。公主，晋王殿下在书房等着，我带您过去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去见王兄就可以了。是，公主请。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等我，我见过王兄就来找你们。是。王兄人呢？哪来的琴声啊？
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里怎么有这么大一个宫殿啊？公主，您请。王兄素来都是节俭的，怎么会在书房里有这么大一间宫殿啊？你也不怕父皇知道了责怪你吗？父皇不会知道。那要是我去告诉父皇呢？你不会。我。你们给我喝了什么？按住他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脱衣服！你们不怕我告诉父皇吗？父皇最疼我了，父皇知道一定饶不了你们。好妹妹，正因为父皇喜欢你，放开我！你才是哥哥的放开好棋子。放开我！放开！脱！放开我！父皇知道了一定饶不了你们的。假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父皇！公主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就是啊，这么晚了。殿下要留公主在府里用晚膳，晚膳后会亲自送公主回宫。公主吩咐让你们两个不要等了，先回去吧。是。杜毅，我吩咐你将5魁5亮之事的文书报与靠山王，传书之人可以消息？还没有。启禀王爷，那5亮竟然投了突厥。你说什么？5亮投了突厥，还献上帅印，带着大都督红海占了瓦口关。消息可否属实？千真万确。那红海现在正在整顿军队，要入侵北平府呢。5亮见官突厥，实在令人发指。还请王爷快快出兵，先将瓦口关夺回，擒下5亮。王爷发兵。成日文中，你们点兵将2万，即刻启程，一定要拿下瓦口关。是，姑父。这5家之事，全因叔宝而起，侄儿请战，将功赎罪。好，叔宝，此次出战，便以你为大将军，望你一战取胜，将功赎罪。侄儿领命。大都督，你我并无冤仇，理应和睦相处，互不侵犯。大都督，我劝你还是撤回兵马，将瓦口关还与大隋。住口！今天本都督占领瓦口关，是你们请我来的。尔等竟敢在我关前动武！好！让你们知道知道本都督的厉害！杀！
多谢这位小壮士出手相救啊！没什么，看好你的马。哼，谢了。这样，哎，我看你拿着双锏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啊？我从瓦口关而来，我的马受了惊，狂奔于此。哦，跟谁打仗？突厥都督红海。啊？为什么打？围夺瓦口关。请问你尊姓大名？在下秦琼，字叔宝。秦琼，秦叔宝。哎，等等，请问你家住在哪里啊？山东济南历城县。啊，爹爹！啊，爹爹，儿科把您盼回来了。爹爹，小壮士，来，快起来！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没有娶亲，哪来你这么大一孩子呀？啊，没有错，您是不是马踏黄河两岸，简打三州六府，威震山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啊？没错，正是我。这就对了，您就是我爹。爹爹，我和我娘盼您老人家回来，盼了一天又一天，可算把您盼回来了。您不能不认我呀！小壮士，起来说话。哎，小壮士，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错不了，爹爹，快跟我回家吧，我娘还在家里等着您呢。战事紧张，前线在打仗，不容耽搁，我得马上走。不行，爹爹，你来都来了，赶紧先跟我回家去见娘亲吧。不知这孩子为何一口咬定我是他爹爹，只能随他先去看看了。走吧。哎，娘，你出来看看，看谁来了？儿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娘，我爹回来了，你看。哦，这位大嫂，方才我的战马受了惊吓，跑到此地，幸亏这位小壮士把这匹马给拉住了，救了我。不过这孩子应该是把我认错了吧，请大嫂不要误会。请问您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秦琼秦叔宝吗？正是在下。要这么说，那就没错，孩子没认错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，咱们进屋吧。走，来呀，来。快进来，爹，你先坐。娘，快给我爹做好吃的。坐，要不咱们包饺子吃吧？家里没柴火了，你去劈点柴，让为娘给你爹爹做饭。行，爹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大嫂，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您这是为何呀？恩公，您不必多虑，你是我们一家子的恩人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这，大嫂，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。恩公，你先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我跟您说一个人，您想想您认识吗？这个人名叫秦航泰，当年在山东您接济他的事儿，您还记得吗？秦大哥，我的大哥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啊，请问大嫂，您是？我就是秦航泰的妻子刘氏。方才那个孩子是我的儿子用儿，这个名字还是您给起的呢。大嫂，哎呀，我跟秦大哥8年前在济南一别，就没再见过。当年秦大哥跟我说过，他有个孩子，让我当他的干爹，我也答应了。真没想到，这孩子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大哥还好吗？你大哥从济南回到家中之后，没过几年
就身染重病，去世了。这。 我不知道此事，唉，我愧对大哥了。他临终之际，孩子还小，他嘱咐我说，幼儿年幼，就说他的父亲是山东的秦叔宝，等孩子长大之后，就去山东认父，以报当年之恩。可这个孩子是个死心眼儿，一直吵着要去山东找你，我就拦着。 我跟他说，父亲武艺高，要想找父亲，就得先把武艺给练好。庸儿认了一个老道为师，这几年也算练了一身好功夫。娘，我回来了，你快去给我爹做好吃的吧。哎，好嘞。别做了，这饭我来不及吃了，战场上还在打仗。 我得回去看看。哦，哎，爹，你刚回来就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哎，幼儿，不许无理取闹。爹爹上战场是为了大事。我去打仗，打完仗一定会回来接你。不行，你要走，连我一起带过去。打仗非同小可，生死攸关。听话，在家里好好待着，打完了仗。 我会回来接你的，啊！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让你走，不让你走，你不能走，不行。你就把他带上吧，别看他年纪小，力气和胆子可不小。把他带到战场上，说不定可以帮你的忙。 娘，我跟爹上战场了，要小心啊！好，保重，多保重。爹，咱们走吧。走，驾！保重啊！驾！驾！撤！驾！撤！驾！驾！撤！ 表弟，这是我刚收的义子秦用。用儿，去见过各位叔伯。拜见各位叔伯。爹说错了，不是义子，是儿子。这孩子，爹，让孩儿出阵打上一仗吧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笑我小孩说大话吗？依我看这老家伙还不够我打的呢。用儿，你小小年纪。 怎么能口出狂言呢？弟弟，这不是狂言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表哥，我看你不必生气。我看这孩子手中的兵器分量也不轻，不如叫他出阵跟那红海打一下，打胜了更好。打不胜，咱们这么多人也不会让他吃亏。爹，让我去吧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。 不过，用儿，你听着，上阵必须要多加小心。是，撤。